呢度係橫琴啦，我見到呢棟嘢好靚，我以為係咩5星級酒店啦，但係應該係會唔會係爛尾樓呢？我極度懷疑係爛尾樓啦。呢忽起好，但係呢度呢係未起好嘅，所以係一半爛尾咯。咁橫琴係好大啊，好多地方係起咗幾棟嘢，但係就周遭乜都冇。咁有好多荒廢咗或者未開發嘅地方，咁就導致到你就算嚟到呢度，我當係做嘢啦，你都唔會留戀呢度所有嘢，因為你做嘢你就想走，因為周圍冇嘢嘛。橫琴我覺得係仲有好多地方係未開發，佢嗰度有幾個商場啦，係比較中心化，可以集中到人口嘅地方。橫琴另外一個優點或者特點啦，就係佢啲路好靚啦，啲馬路好靚啦，喺度揸車個感覺一流，巴士站都好靚啦，係長長地可以俾你坐得好舒服嘅巴士站。橫琴嘅環境非常之優美啦，絕對適合想過退休、想過慢活生活嘅人士。如果你已經厭倦咗都市嘅繁華，你想揾一笪地方去安心養老嘅話，橫琴就適合你啦。但係如果你係年青人，你仍然眷戀都市繁華嘅生活，珠海可能會比較適合你喎。你喜歡橫琴嗎？如果俾你揀，你會選擇喺橫琴生活嗎？留言區分享下你對橫琴嘅睇法啦。我係香港占記，期待透過我嘅出現，可以令你盡早明白到資產配置及退休理財嘅重要性。